Hi， 依家身處嘅位置喺銀礦瀑布，喺我身邊有個新嘅女嘉賓兼主持 Chloe。今日咧天氣熱啊，我哋帶大家去一條輕鬆簡單嘅路線。不過呢個地方咧有啲神秘嘅，係經常嚟呢度度假嘅 Chloe 咧帶我嚟嘅。今日我哋有咩景點去睇？我咧就會帶大家咧踩住單車啦，去呢個銀礦瀑布同埋銀礦洞，仲會帶大家去幾個 hidden gem 一齊嚟輕鬆遊呢個大嶼山。除此之外，仲會試我手上面 Insta360最新推出嘅 X6 啊！有冇用過全景360相機？我有用過之前嗰幾代咯。咩情況會用呢？但係咧都係去旅行用，因為貪佢夠方便啊嘛。我諗大部分人都係咁噶啦。我哋即管睇下今代有咩 update 先。如果你係新觀眾，大家好，我係山人 Tommy。呢個 channel 主要分享行山、跑步、越野跑，同埋好似今集呢啲電子產品等等有關嘅科技資訊啊。如果唔想錯過，記得按讚、分享同埋訂閱，撳埋鐘仔，一有新片就會即刻通知你。記得 follow Chloe 個 IG 同埋我個 IG。廢話唔多講，即刻出發！繼續梅窩碼頭路。我哋行到去公廁附近咧，就會見到有呢一個士多啦，咁我哋就可以租單車啊。秋季士多。Yeah。你係咪有股份啊？我冇啊。我都淨係嚟呢度啦。左手邊就係鳳凰競泉組。你就係去呢度，我就係去呢度。係啊，但係我都冇喺度踩過單車好耐。小學嗰陣時有踩咯，定係中學啊？咁都係幾年前啫。我本身以為咁早冇得租添。原來都應該有啊 ！Hello， 唔該，我想問係咪可以租單車啊？想要2部。係啊，唔該。今日天氣好好啊，即係代表要曬黑啦，所以我已經準備咗長袖衫。大家唔好再 comment 話啊，點解咁熱中咗長袖衫啊？因為我已經曬傷咗啦。我哋有一個單車掹，咁再加呢粒隱形自拍杆擺上去，再騎喺個單車度，就可以拍到一啲好靚嘅單車畫面。我哋首先就唔好將個單車掹咧就擺咗喺兩邊迫力嗰度啦，咁樣咧就會影響咗剎車就危險啦。第二就係個單車掹要喺個單車嘅中間咧就會靚啲，要自重。咁呢度咧可以調校角度啦。咁我哋上咗呢碌嘢先，越長就越好咯，但係又要攞翻個平衡咯，危險啊，咁樣咯。驚篤到人。依家就將呢個 X6 放上去。先睇下今次全新 Insta360 X6， 今代外形終於同之前幾代有比較明顯嘅分別，可以見到 X6 嘅機身短咗，屏幕由上一代嘅 2.5 寸直身比例改成今次更加闊身嘅設計，而機身短咗嘅主要原因係底部原本有2粒實體掣，今代已經取消咗。機身嘅側邊同樣保留2粒按鍵，不過功能就唔同咗。X5 嗰粒係開關掣同 Quick Manual 快捷鍵，而 X6 就改成咗開關掣同埋錄影掣。X6 採用咗 Sony聯合訂製嘅1/1.1寸感光元件，官方形容係可以實現等效1英寸級別嘅全景影像。入邊仲配合咗一粒有8核心3.3 GHz 同4納米中央處理器，再加2粒專業影像晶片，組成全新 AI3 晶片架構，分工處理影像運算、降噪同色彩表現，低光細節亦更加豐富。另外 ，X6 亦都升級咗可替換鏡片2.0，鏡片防刮功能再提升，拆裝嘅步驟亦都更加簡單。萬一旅行期間意外損壞，可以自己更換鏡片。官方表示更換成本最高降低60%。另外一個改變就係收音位置，上一代喺其中一邊先會見到收音，今代變成兩邊都有，而且收音嘅位置比之前大咗。開機之後，屏幕下邊會見到2粒觸控式按鍵，只要長按右下角嗰粒 Menu 掣，就可以選擇唔同拍攝模式。X6 機背有粒實體掣，可以快速切換360平面 Instaframe 2.0。重量方面 ，X6 連電池係196g，比 X5 嘅202g 輕咗6g。今代嗰粒電池望落去細咗，但容量反而由 X5 嘅2400mAh 提升到去2600mAh。至於實際拍足1日行程，最後會剩翻幾多電呢？我哋片尾再話俾大家知。原來呢度有個地圖話俾你聽有啲咩好睇喎。已經係撞冧咗啲單車。淨係準備出發嘅呢個過程，我哋已經係流晒汗，勁熱啊！救命！但係我哋唔抱怨。好，我哋準備出發啦。冇錯，我哋咧而家就準備去銀礦瀑布啦。咁大約咧就係1.6公里嘅距離嘅。咁行咧就要行24分鐘，但係我哋踩單車應該10零分鐘就到啦。 Let's go！ Let's go！
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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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踩單車其實係今次測試 X6 最核心影像升級嘅最好場景，因為人物、道路同兩邊嘅樹木全部都不斷移動，仲會不停由陽光位踩入樹蔭。今次 X6 全景影片最高由上一代 8K 30格提升到去 8K 50格，動態畫面會更加流暢。後期想做輕微慢動作，亦都有更多嘅空間。見到好靚嘅沙灘，我想講細個呢個沙灘呢，會有人喺度執蜆，嗰啲叫咩啊？掘蜆啊！不過我一次都未試過。呢個路口我哋轉左，跟住我哋轉右。呢個路口銀礦洞。仲有銀礦啊！係啊，相傳以前就喺呢度可以掘銀礦，跟住就上唔得添，上唔到。由於我哋係太廢嘢嘛。佢本身都話叫你推車。哦，OK，即係嗰個 sign 就係推車。有牛喺我哋對面啊！我哋讓路。成身泥啊！奧運徑啊，呢個牌。我哋上到嚟呢個香港奧運徑咧，好多指示牌嘅。咁左手邊咧銀礦洞同銀礦瀑布，右手邊係梅窩文武廟同埋白銀鄉啊。咁我哋要向翻左手邊啦，嗰條路冇錯。呢邊 Let's go。呢度係會見到瀑布兩個字，沿住呢條路入去。Go。聽唔聽到啲水聲？到啦。而呢個位咧，佢有個牌啦，介紹呢個咧叫做離島自然歷史徑梅窩段啊，仲有提及呢個銀礦瀑布嘅形成啦，同埋一啲背景。原來咧，除咗中文同英文之外咧，佢仲有日文版啊！怪得知啱啱見到日本人嚟啦。係啊，我哋呢度旁邊咧，仲會見到一個涼亭啦。咁如果覺得曬咧，都可以喺度休息咯。後邊呢個位係公廁嚟嘅，幾特別。銀礦瀑布就喺銀礦洞下邊，佢有分上瀑布同下瀑布，旁邊仲有銀礦灣瀑布花園同一座中式涼亭，可以俾啲遊人休息。銀礦瀑布本身唔算係非常巨大，最近香港日日落大雨，我哋趁今日好天就即刻嚟到梅窩，所以今次個水量係非常之充足，流水會比平時更加有氣勢。頭先大家見到嘅就係 X6 用緊 8K 50格拍出嚟嘅畫面，而今次我都帶埋 X5 同 X6 一齊比較，依家見到嘅就係兩部機同時都係用緊 8K 30格標準色彩模式去拍攝。X6 喺標準色彩模式之下，本身都已經支援緊10 bit 嘅色彩，大家可以留意下白色水花嘅高光層次、岩石同樹林之間嘅細節位，仲有綠色植物嘅色彩同高爾夫色嘅表現。兩部機實測出嚟有咩分別？大家直接睇畫面啦。X6咧仲有一個 iLock 嘅功能啦，配合埋今代先有嘅10 bit 咧，就俾你後期調色用嘅。iLock 原片嘅顏色係會比較灰，但會保留翻更加多暗位同色彩嘅資料，方便對顏色有要求嘅用家。大家可以直接睇下套用翻甩前後嘅分別。而銀礦瀑布點解個名叫銀礦？就係同瀑布上面另外一個景點銀礦洞有直接嘅關係。好，我哋而家應該就行呢邊繼續去啦。我想講頭先浸完咁耐水，而家一行翻出嚟，即刻覺得勁熱咯。好凍啊！頭先嗰度。係啊，消暑日流，所以見到好多人咧帶埋佢哋啲狗狗嚟呢度。好彩呢度係有啲樹蔭，咁就唔係真係咁熱，但係條路就有啲斜。好彩冇帶埋架單車嚟啫。呢條斜路都幾斜。由瀑布向上行一小段，就會去到梅窩昔日曾經採礦嘅地方。呢個就係銀礦洞啦。銀礦瀑布上到嚟呢個就係銀礦洞啦。呢個地方最適合就係測試 X6 嘅 Pure Video 夜間拍攝模式，入邊黑掹掹。梅窩銀礦係1886年正式開始運作，當年仲引入咗工程師同機械化採礦設備。不過因為經營困難，加上礦石嘅質素唔理想，最後大約喺1894年停產。而銀礦洞適合測試 X6 嘅 Pure Video 低光模式。不過我都要講清楚 ，Pure Video 就唔係夜視功能，唔會將一啲完全冇光嘅地方變成好似日頭一樣。大家直接睇下普通模式同 Pure Video 實際有咩分別。Pure Video 雖然係夜間模式，比較適合用嘅場景依然係喺城市入邊，有街燈、招牌或者有其他環境光嘅地方，有一定嘅光源提供畫面資料。Pure Video 先可以更加有效處理暗位同降低雜訊。大家而家見到嘅係我之前喺城市夜晚預先拍嘅畫面，可以比較一下銀礦洞同城市有燈光嘅情況，實際表現有幾大分別。呢個就係銀礦洞入邊啦，好短嘅啫，其實1分鐘就睇晒。不過呢度上面咧有好多字喎。其實寫住咩？冇咩事唔好入。不過其實咧呢度係封咗嘅，所以其實我哋係想入都入唔到嘅。離開銀礦洞之後，我哋去埋附近
緊一個景點銀礦灣泳灘。咁而家咧，我哋就嚟到呢個銀礦泳灘啦。咁呢度有咩咁特別呢？其實佢就係梅窩嘅唯一一個沙灘啦，而且其實佢係離碼頭好近，只要行10分鐘就到。重點係好少人啊嘛。我仲喺細個嘅時候咧，見過有啲人喺度掘蜆添。咁我哋今次嚟到呢度咧，就係想實測呢個 X6嘅幾個功能啦。呢部 X6咧仲有3個功能嘅。咁第一個咧就係360全景相機啦，而第二個咧就係4K 嘅平面運動相機。4K 嘅平面運動相機咧，其實都有一個弊病嘅，就係當你隻手如果唔小心即係歪咗嘅時候咧，咁你就會 shift 咗你個人去咗側邊咁樣噶啦。咁所以咧，佢仲有另一個功能，就係呢個 Instaframe 2.0，即係雲台相機啦。咁就 lock 死你喺中間，就無論你點跑點喐，都會 focus 喺你度啦。拍攝嘅時候，只要喺屏幕上邊連續撳2下追蹤主角，Instaframe 2.0就會自動將主角鎖死喺畫面中間。咁而家咧，我就用咗呢個 Instaframe 2.0，咁就試下點跑係咪都唔甩啦。無論我換唔換手咧，其實都見到我，永遠都係正中心啊！咁我哋玩完之後咧，我哋而家就嚟醫肚啦。呢個就係 kitchen 咧，最出名就係食 pizza。可唔可以唔好再拍啦？我哋食啦，我哋可以食嘢啦。全景相機另一個好多人覺得麻煩嘅地方，就係拍完之後處理大量素材。如果你想快速分享今日行程，今次 X6 就加入咗全新嘅 AI 導演功能，只需要預先喺相機開啟，拍完之後，當你熄機或者充電嘅時候，X6 就會自動幫你分析當日嘅素材，甚至連素材都唔需要自己揀。過一段時間收到通知之後，打開 Insta360 App 就可以直接睇到成片。佢會將唔同場景整理成一段精彩短片，唔需要自己由零開始逐段剪接。而大家而家見到嘅就係 AI 導演自動幫我剪出嚟嘅作品。今年亦都係 Insta360做全景相機第10年 ，X6 可以話係累積咗10年經驗同技術嘅旗艦之作。如果你想一步到位，買一部可以用多幾年，唔想成日換相機，X6 係一個好時機啊！依家新品發布期間，購買 X6 會限量送可換鏡頭套裝。有興趣買嘅朋友可以喺下邊資訊欄嗰度用我專屬鏈接購買。透過呢條 link 購買，我會有少少佣金分成。買嘢之餘，亦都可以幫助呢個 channel 製作更加多嘅影片。我哋終於翻到落嚟中環碼頭啦！今日好多謝 Chloe 帶我哋去梅窩一日遊啦，同埋去一啲咁特別嘅 hidden gem。我自己咧就覺得咧，成個 X6 咧都係比呢個 X5 整體嘅感覺升級咗啦。尤其是係嚿電咧，真係幾襟用，啱晒我呢啲咧去旅行嘅時候可以拍多啲 footage 啊嘛。電池續航力咧，我哋今日大概拍咗大概4個鐘左右咧，第一粒電池先至用完啦，咁所以係非常之夠用嘅。2粒電池咧可以拍1日㗎啦。至於 X6 個畫面掂唔掂咧，觀眾睇完條片咧就自行判斷啦。我自己個人覺得咧就比上一代咧都幾明顯嘅。咁下次我哋可唔可以再出去玩啊？可以，我哋下次再等阿 Chloe 帶我哋去梅窩，仲有冇啲咩秘境咧？定係你帶我去玩啊？好啊！今日呢條片咧就差唔多啦。如果中意呢條片嘅朋友，麻煩按讚、分享同埋訂閱，撳埋鐘仔，一有新片即刻通知。記得 follow Chloe IG 同埋我 IG， 10萬訂閱繼續努力進發緊啊！多謝各位支持，拜拜，下集再見。如果中意呢條片，或者你都係熱愛行山嘅朋友，可唔可以幫手按讚、分享同埋訂閱啊？你哋嘅支持係幫助呢個 channel 嘅動力。我哋下次見。Oh